欢迎收听5月24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7到8篇，有主治理的人。诗篇7到8篇，诗人感受到有主治理真好，因为在那很过不下去、很被迫害压迫的时候，在那样的处境中，因着知道有主治理，有主的公义仍然掌权，所以有信心跟盼望持续往下走。更是在诗篇第8篇的时候，看到在这个宇宙万物当中，我们何德何能够成为这管理世界，好像人类在这个世代已经成为到一个管理的高度，甚至我们好像变成创造主一样。然而诗人的祷告中却再次将我们拉回来，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不过是被造物，但是我们的创造主却有意要让我们与他同行。在这同行当中，我想很熟悉的经文，也是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再次的鼓励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上主的心意从未改变。弥迦书6章8节说，不，上主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善。上主已经指示我们什么是善，他要求伸张正义，实行不变的爱，谦卑的跟我们的上帝同行。很多时候孩子更明白这个道理。有个小男孩，有一天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他之后，好意要送他糖果吃，就打开了一罐糖果。打开之后呢，要小男孩说，你自己来拿一把吧。这小男孩看着这打开的糖果，却一动都没有动。几次邀请之后，这老板好意就想说，那我抓一把糖果放在他的口袋里好了。他就这样做了这个动作。回到家中之后，这小男孩的母亲，因为他带着这孩子一起去到杂货店，他就问他说，刚刚老板请你自己拿一把糖果，你为什么没有自己拿，让老板去抓呢？小男孩就回答他说，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而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我们是不是看到在这当中的智慧呢？在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挑战或许很多，苦难也许更多，但是让上主来治理，让上主的手来管理，能力更多，恩典更多，不是吗？今天诗篇第7篇讲到的情节，是不是很像圣经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叫做大卫。大卫呢，在他的前半生可谓是被追杀过日子啊，因为当他被膏立要成为王的那一天，好像扫罗从那一天开始，这原来的王就对他心生嫉妒，好几次明着暗着要杀他，而到后来真的是直接起来追杀他。有人说第7篇呢，是大卫就在那被追杀当中，他不断的向上主来祷告。这一篇的祷告就在讲，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得罪对方，要不然什么原因他会一直面对到如同狮子要来抓住他，要来撕裂他。狮子在当时可谓是在当时的非常危险的动物，身处危险之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拿来形容敌人或者是这个仇敌很有能力的一个词。也可能在那个时候他面对到的那种恐惧，就是如同面对到狮子一样。有人说大卫呢，就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其实他就在讲，是不是我得罪了他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会面对到这样的情况。但如果是的话，求主来鉴察我，因为我知道主你的要求是所有的人都要公义，不是只有属你相信你的人，他们就可以不用活出公义。
而是上主的标准是一致的，不论是对信他的人不信他的人，上主的心意都是要公义。所以这位大卫呢，他来祷告就讲到他要寻求公义，所以他要求主真的掌权在他的生命当中。如果他真的是白白的被迫害被追杀，他真希望那公义赶快临到，因为他知道上主是公义，所以他能够在这么紧张这么急迫这么有生命威胁的时候仍然起来祷告，仍然有盼望，仍然有能力，因为他说上主是他的盾牌，他要保护，他是公义的审判者，有一天上主必定要来审判，所以他要坚持要仰望上主的公义。我们看见第7篇的诗篇在这里的祷告，是不是给正在面对这样的苦境，正在觉得今天好像会过不下去，正在觉得今天特别是面对在上掌权者他或许不是很公义的时候，你仍然能够有这样的盼望，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一位治理全地的主，他是公义的源头，他能够起来掌权，他能够帮助你来胜过一切人认为的不公义。在这2篇诗篇当中呢，来到第8篇的时候，更是让我们看见一位经历到上主创造奇妙美好的诗人。他讲到他不但是经历这样的一个美好创造，他更看见人在其中的渺小和伟大。人的渺小是我们不过就是被造物，然而上主却使用被造物，就像第8篇第2节所说的，婴儿和幼童一起歌唱，你建造巩固的堡垒，防备敌人，你阻止仇敌对你的攻击。其实在和合本或者其他翻译上面，他们讲说是从婴孩和幼童的口来建立能力。婴孩跟幼童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力呢？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在比喻说，如同婴儿跟幼童在人看来是没有能力，神却是使用他们的生命，使用他们，在他们身上彰显出上帝的智慧。这是我们看到在第7篇第8篇有主治理的人，在那苦境中能看见苦境中仍然有掌权做主的神，而在第8篇更是看见在伟大当中，在渺小当中看见有主治理是一件多么幸运，多么美好，多么被恩宠，而且我们是配不上，但是上主却是看我们为宝贵，让我们被看为尊贵，能够起来治理。所以当我们再次来回想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了谦卑。再次来思想我们的生活中，透过今天的诗篇第7篇第8篇，上主的心意是要将他所治理的世界里的管理权交给人类，交给你和我。而我们不论在顺境，在逆境，在苦难或在穹苍中，我们是否按着上主的准则来管理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主啊，你创造这诸天万物，你创造宇宙星辰，你也创造了人类，创造了正在说话的我和正在听迦南之声的你的儿女。主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我们是必守的人，主，你却将那管理权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是让我们知道，不论我们管得好或不好，不论我们所经验到的这个世界好或不好，仍有一位你来管理，能由你来治理，使我们的生命充满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的世界不只是人治的世界，更是神治的世界，神创造的世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也因此有信心来面对我们所遇见的挑战跟困境，也让我们有盼望来看见主你的治理。你的治理是按着公义，是不变的爱，是与我们同行。
当我们愿意来遵行，我们就一起在这同行的道路来认识你的心意。谢谢你保守我们，也让我们的心在今天开始有了不一样的看见，因为我们知道你治理的人是有福的，你治理的人是有盼望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听迦南之声，愿上主赐福你，让你在今天来经历上主的伟大和他与你同行的美好。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